各位聽眾大家好，哇！《尋秦記》好犀利啊，一套期待已久嘅電影版嘅一個劇集呢，即係電影版呢，真係終於都喺上映啦嚇，上映咗成個禮拜，咁大家都有去睇啦，應該嚇，好精彩啊！咁佢哋攞咗好多票房冠軍啊，咁啊首先恭喜《尋秦記》先，咁就全部攞晒所有華語片啊、港產片嘅開畫紀錄啊，票房冠軍。係啦，咁希望佢一路都可以即係個票房一路即係繼續上啦。因為呢啲係支持香港電影啊、香港娛樂圈同埋香港電影界嘅一個好好嘅一個強心針啊。咁啊，《尋秦記》呢，其實呢就係因為點解咁多人睇呢？因為真係25年前個劇集延續落去，咁啊另外亦都有好多演員啊，都係用翻即係當時有啲劇集嘅演員啊。咁啊，所以呢就係好精彩咁，大家都好想入去睇翻。咁但係你即係我今日點解要講《尋秦記》呢？咁即係當係大家交流下啦，即係嗱，到電影即係可以睇嘅，值得睇嘅，因為點解呢？都用咗好多心機，我覺得佢即係不理有啲其他觀眾可能你會覺得哇，即係你唔可以同 Marvel 比啊！即係有啲觀眾話特技啊、效果啊，即係唔夠 Marvel， 即係你唔可以用外國 Marvel 比，因為佢而家係一個即係港產片呢，咁佢講真係港產片好多限制嘅，可能製作費啊好多嘢都限制咗。咁但係我覺得喺佢呢個 budget 裏面，佢揾到咁多演員拍到咁嘅效果呢，即係喺呢個咁嘅budget 呢係非常之靚嘅。即係你可以調翻轉，就係因為有時你要睇餸食飯嘅即係你調翻轉，如果用香港而家呢個佢要拍攝呢個係1億8千萬度啦，好似1億幾啦要揾咁多演員，你如果調翻轉將呢嚿錢港幣話掟翻俾荷里活去拍呢，可能拍出嚟都冇咩，即係你明唔明啊？但係以香港咁嘅 budget即係咁嘅陣容咁嘅拍到呢個效呢，係荷里活未必拍得到嘅。荷里活係一拍係講緊即係30-40億嘅港幣或者40-50億嘅港幣。咁所以大家去睇嘅時候就要將嗰個比例去睇翻個比例。咁但係我覺得呢套戲真係好精彩，可以值得去睇嘅。咁但係我今日要討論呢，就係話係有啲有趣嘅地方即係分享下啦嗰個時光機嘅問題係啦。咁時光機呢，可能喺個古仔個作者或者編劇上面呢，我覺得係可以有少少交流嘅。因為呢個時光機呢，嗱，如果正常啦時光機其實係一個好勁嘅嘢嘛，即係你可以將一啲人送去，其實我哋由細到大都希望有時光機去送去古代即係或者未來時光機係可以超越嘅即係可以呢就穿越唔同時空去到唔同嘅時空嗰度，係好犀利嘅即係以時光機嚟講呢，個個都好希望得到個時光機。咁呢套戲都係講時光穿越啦。咁但係呢係喺我睇嘅時候，因為我對於平行宇宙時光機或者係一啲未來嘅嘢外星考人都有啲研究嘅。咁我係好喺電影裏面嘅時光機呢，即係你叮當時光機啦，大家都睇得到啦。咁即係OK 啦，或者回到未來嗰個時光機，大家都有睇過啦。咁《尋秦記》嘅時光機，我覺得就有啲好即係幾得意嘅地方，就係尤其是即係譬如話阿三哥飾演個角色啦我哋講一講個時光機先啦。三哥飾演個角色呢，就係即係佢呢，就係話佢呢，其實係呢個時光機嘅實驗室同埋時光機嘅創辦人，但係因為呢，佢搞咗一鑊粥令到啲人失蹤咗25年咁所以就俾政府起訴要坐監，咁坐咗25年監因為項少龍冇翻嚟，咁令到好似呢，就即係同埋佢好似呢，就係做呢個上哥你冇得到批准咁樣啦，咁俾起訴即係就坐咗25年監。咁而25年之後呢，佢而家就翻去個實驗室係啦，見到翻嗰個博士同埋嗰個公司啲人就強搶咗個當時嘅時光，佢要走去佢要追翻佢嘅青春走去嗰度就話要做秦始皇咁揾阿項少龍。咁呢度有啲即係會有一啲我覺得就係點解佢要去翻項少龍25年後嘅項少龍呢？佢應該係，如果佢要改變歷史呢，首先我覺得佢時光機係一個可以好利用嘅人發明咗時光機，係應該去翻個25年前嘅香港，即係佢俾人哋捉去監獄嘅時候，或者俾人判有罪嘅時候，佢應該去嗰度改變歷史係啦。
即係走翻去嗰度改變歷史，即係話唔派阿項少龍去，或者係唔俾阿項少龍去，係啦。咁佢咪唔會有犯罪咯，唔會俾人當局去 charge 佢罪咯。阿三哥，即係因為佢係嗰個其實嗰個實驗室係佢發明㗎嘛，係啦。咁應該係個邏輯上應該係三哥要翻25年前嘅香港，佢改變咗自己唔使坐25年監，係啦。然後喺25年嘅時候改變咗啦，咁即係項少龍冇去過秦始嗰度啦，佢就自己再重新一次去，係啦，因為原本嘅計劃25年前三哥嘅計劃就係想去做秦始皇啊嘛，係啦，咁啊俾阿項少龍去咗之後破壞咗呢件事啦，咁變咗就係話係啦，咁啊變咗就冇項少龍啊去到秦朝嘅時候嘅事情咯，係啦，佢去25年前或者26年前去改變咗呢個歷史。係啦，咁呢個係其一啦。呢個我覺得係即係你如果有個時光機，應該好好利用。咁另外古天樂即係阿項少龍翻嚟現代嘅時候呢，其實係即係嗱呢個我有個 question mark，點解佢翻嚟個現代嘅時候，佢係要翻去25年後嘅即係嗰個位置呢？係啦，因為時光機其實可以穿越嘅，即係可以穿越嗱。呢個其實有少少同即係時光機嘅真正嘅功能作用係你幾時去到幾時你都係可以噶嘛。嗱，即係咁樣25年前佢哋送阿項少龍翻去25年前啦，送阿項少龍去秦朝，即係古天樂去秦朝嘅時候，好啦，咁唔知咩原因啦，古天樂冇翻嚟啊，冇翻嚟，咁冇翻嚟嘅時候咧，其實就係話嗰個時光機嘅博士或者嗰啲人咧，可以係話等1個月佢都唔翻，等2個月都唔翻，咁我再派人去揾佢啦，或者係點樣咧？因為始終呢個係一個自己嘅現代人或者係朋友啊，或者職員都好啦，我都要可以派去揾翻佢，或者1年好啦，2年好啦，其實係唔需要等25年嘅，係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少少嘅 bug 啊，即係話啊。即係我而家故事同電影咧，我覺得係冇問題嘅嚇，佢哋可以寫話呢個只係我自己獨立嘅見解啊，即係我獨立見解。即係如果我去寫一個時光倒流或者係翻穿越嘅時間咧，咁我就會係用另外一個方法寫一個比較真係可以係全面啲嘅時光機嘅方法，係啦。因為荷里活啦，你睇好多荷里活嘅電影啊，回到未來啊，或者係未來戰士嗰啲咧，佢哋係有根有據嘅，係啦，即係嗰個穿梭穿越嗰個能力咧係有根有據嗱，即係我講翻呢個時光機啦。咁嗰班博士等其實係好唔合理，即係話點解要等25年？係啦，同項少龍喺嗰邊生活一樣，係要等佢25年嚇。呢25年其實個科技都好進步嘛，你可以係等咗3年、4年、5年嘅科技都進步咗，你可以派人去救翻佢翻嚟，或者問佢點解佢唔翻嚟，係啦，因為完全係冇通訊嘅嘛。佢哋只喺度呆等個博士啊，同埋嗰個老闆啊，即係嗰個李小超啊，即係喺度等實驗室個老闆等25年先至去揾項少龍。其實呢個已經係一個故事，一個 bug 係啦。咁而調翻轉啊，項少龍就算好啦，佢真係穿越翻嚟嘅時候，其實嗱，即係時光機嘅理論咧，佢穿越翻嚟嘅時候應該咧係任你穿越，即係佢可以去翻去佢自己老咗唔緊要，係啦。佢老咗係冇問題嘅，因為我已經喺嗰度經歷咗25年，我老咗。但係我翻嚟現代嘅時候，應該嗰班博士係冇老到嘅。個博士可能只係距離1年2年嘅啫，或者1個月2個月嘅。等佢翻去嘅時候，一聲見到博士嗰啲應該係仲係嗱。如果部電影裡面，如果即係我呢個假設啊 version 2嘅時候，佢哋係後生嘅，冇乜點變，只係古天樂行出嚟，哇，老咗25年。咁嗰個就係同呢個時光機嘅理論好似啦，係啦。即係真正嘅時光機會係咁樣操作，係啦，因為現代人我哋係等緊佢翻嚟啊嘛，係啦，咁你翻嚟項少龍當然想翻去當時嗰啲博士或者佢嗰個年代自己嗰班人啦，佢點會去到嘅時候25年後，佢其實係咪 make sure 啲博士仲喺度，或者係嗰間公司仲喺度，或者個實驗室係仲係嗰個位置咧？係咪已經係執咗笠啊，或者係已經搬咗啊，或者係根本冇呢間公司？咁你穿越咗去嗰時候咪開唔到門咯？係啦，即係所以其實呢件事係如果寫翻好少少會係好嘅，係啦，即係話古天樂穿越，古天樂可以老，但係佢可以穿越，佢只係其實喺現代嘅生活，現代只係用咗1日或者2日，係啦，咁會合理少少，係啦，咁呢個時光機嘅玩法咧先會係
真係高科技時光機嘛，佢唔會係因為你嘅時間嘅推移、現實嘅推移而影響咗你嗰個穿越㗎嘛嚇。咁呢個係我少少見解啦嚇。如果你睇翻荷里活嗰啲片咧，或者你睇翻未來戰士嗰啲片啦，即係或者係好勁嘅回到未來啦，即係嗰套 Back to the Future 咧，其實佢講嗰個穿越嗰個時間咧係更加全面嘅。咁同埋咧入邊又會。咁入邊仲會係有機會係見到兩個自己同時嘅自己，因為你穿越啊嘛。回到未來玩得好犀利嘅，即係 Back to the Future，大家如果有機會睇晒所有咁多集呢，即係個男主角喺度穿越翻去，尤其是第二集定第三集，佢係會出現咗兩個自己、三個自己添，同一時間裏面係因為佢不斷翻去啊嘛，不斷又翻轉頭，不斷又翻去，咁係好好睇嘅，即係嗰個理論，所以令我哋大開眼界。咁所以就話尋秦記，我覺得。呢個小説呢個古仔係好好睇嘅，係好睇嘅。但係可以再即係如果我重新寫過另外一個穿越嘅故事，應該喺時光機同埋高科技嗰度呢，佢會更加要 detail 啲去諗下，或者 detail 啲去睇下。但係呢個古仔好睇嘅，即係我哋唔係反駁呢個古仔，只不過如果我諗住再寫另外一個穿越嘅古仔呢，其實係好好睇嘅。有機會同大家講下呢個時間機器穿越呢，其實仲有啲竅門嘅，係啦。呢個時間機同埋穿越係有啲竅門嘅，咁啊同埋有啲仲有啲更加外國嚟咗呢，有啲理論係好勁嘅。咁下一集我會講下其實時光機穿越其實真正嘅物理原理會係點樣咯，係啦嚇，到時可以喺第二集嘅時候再講時光機嘅物理原理。好，如果大家有覺得好聽有趣或者有興趣繼續聽呢，就俾個 like 或者支持留言話，好想再繼續聽落去時光機。淨係獨立講一個時光機嗰個理論嘅，係啦，個物理原理嘅。咁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多謝，拜拜。